在婚姻的長河中，我們總期待一帆風順，但現實往往不盡人意。當生活的瑣碎、溝通的障礙或是外界的誘惑悄悄來襲，婚姻之舟可能遭遇波折。面對這些挑戰，每個人的內心都會經歷一番掙扎與抉擇。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在婚姻波折之時，你不得不面對的三大抉擇，以及如何在這些關鍵時刻做出明智的選擇。第一大抉擇：堅守還是放手？婚姻中最讓人揪心的，莫過於感情的淡漠與信任的破裂。當曾經的海誓山盟被日常的爭吵取代，當對方的眼神裏少了那份溫柔與理解，你是否曾問過自己，這段感情還值得堅守嗎？這時候不妨靜下心來，回顧你們的點點滴滴，想想那些共同度過的美好時光，以及彼此在困難面前的不離不棄。同時也要誠實地面對問題，看看是否還有修復的可能。如果雙方都願意為這段婚姻努力，那麼不妨嘗試透過專業的婚姻諮商或增進溝通的方式來找回那份遺失的溫情。但如果你發現無論怎麼努力，對方的心意已決，放手或許是對彼此最好的成全。記住，堅守不是盲目執住，放手也不是輕易放棄，而是基於現實與內心的真實考量。第二大抉擇：溝通還是沉默？溝通是婚姻的橋，也是解決矛盾的鑰匙。然而，在婚姻波折之時，許多人卻選擇了沉默。他們害怕爭吵會加劇矛盾，擔心自己的話會傷到對方，於是選擇了隱忍與逃避。但沉默往往只會讓問題變得更複雜。當你感到不滿或困惑時，不妨找個適當的時機，以平和的態度與對方展開對話。記住，有效的溝通不是指責與抱怨，而是傾聽與理解。試住站在對方的角度思考問題，用我覺得代替你總是，這樣不僅能減少對方的防禦心理，還能讓對話更加順暢。當然，溝通也需要技巧，例如選擇合適的場合與時機，避免在情緒激動時交談，以及學會適時地給予對方正面回饋。第三大抉擇：成長還是停滯？婚姻中的波折往往也是個人成長的契機。面對問題，你可以選擇沉溺於痛苦與自責中無法自拔，也可以選擇以此為動力，不斷提升自我。要知道，一個成熟的人懂得如何在逆境中尋找成長的機會，不妨利用這段時間學習新的技能，培養新的興趣，或是關注自己的心理健康。當你把注意力轉移到個人成長時，你會發現那些曾經的困擾與不快都會變得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你的成長與變化也會成為婚姻中的一股正能量，吸引對方重新審視這段關係，甚至激發對方也走上成長之路。記住，婚姻不是終點，而是兩個人共同成長的旅程。在婚姻波折之時，每一個抉擇都至關重要，他們不僅關乎你們當下的幸福，更影響未來的走向。面對堅守與放手的選擇，不妨問問自己的心，是否還有愛與希望？面對溝通與沉默的抉擇，勇敢地邁出那一步，用真誠與理解搭建溝通的橋。面對成長與停滯的十字路口，選擇前者，讓婚姻成為你們共同成長的見證。記住，無論做出何種選擇，都要保持內心的平和與堅定，因為真正的幸福永遠掌握在自己手中。